在台南市长黄伟綽、安南区长叶志明以及多位民代贵宾的见证之下，台南市安南区正式突破20万人。安南区其实人口增加很快，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刚安南区超越东区那现在已经突破20万人了已经成为台南市第2大行政区很久了，但是突破20万人是一个里程碑。那但是呢，我也承诺说，很多安南区的硬体建设，我们都一定要加紧努力，能够让我们安南区的生活品质还有都市机能能够更充沛、更充裕。市长黄伟綽除了亲临现场见证，同时也致敬市长特别奖，分别颁发奖座以及纪念品给第20万台工人，包含前后各一位。这第20万人是一位新生儿。在3月28号的透早10点27分，由爸爸林业展将好基送入护航里，因此非常幸运的成为第20万台工人。我非常的开心呐，因为没想到说刚好就是儿子出生，然后就变成第20万个那个安南区居民这样子。我安南区大概住了3、4年了，对，之前住北区，然后在安南区买房子就搬过来安南区这样子。20万的台江人的一个诞生，见证了一个都市的一个发展。那安南区已经进入到新的里程碑。那即将，因为我们的腹地也够大，我们即将会成为台南市人口数最多的一个行政区。区长进一步表示，安南区基础建设非常的完备，临近台南市市中心，生活机能非常的好。同时，周边有南科等侪工业区，食头路的机会非常的多。有这个因素，和少年人愿意移居安南区。另外，区公所为着迎接第20万人所举办的抽奖活动，也预计在4月份抽奖，并伫咧5月6号台港见证200档大戏开演进前来颁奖。台南新闻杨爽采访报道。